系的回答模式是对象加原因加诉求。头偏离重點，那是介元去買不介元嘅東西，不過點然冇找錢，內用順通佢講。套用回答模式，对象是店员，就是我们讲的頭家。原因說明是我頭下那是介元買不介元嘅東西，不過還忙找錢不捱。訴求是底下封片搶找錢不捱冇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頭家，我頭下那是介元買不介元嘅東西，不過還忙找錢不捱。你下封片搶找錢不捱冇。買東西的情況很多，我們再做一題。將買嘅故事書小字一，愛轉去書店翻過，內容順同頭家講。套用回答模式，對象是頭家，原因是也係我查別人來了買嘅新書，偷嘅細節發現小撇字一。訴求是想我同翻過一本新嘅，識得冇？完整回答：頭家，也係我查別人來了買嘅新書，偷嘅細節發現小撇字一。想我同翻過一本新嘅，識得冇？再做一題。姊妹諗啥？我去看下晝2點嘅天陽，買票計下，我用順講講清楚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下季很好，我想去買3張今晡日下晝2點嘅天陽票，我買較東岸嘅位，諗啥連鄉下。